纯情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爱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，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恁两个阿某总是好人，啊，我怎安尼个无阮陪迄来伤害你？我实在唔是人啦！喂，刘伟啊，卖啦！无代志啊。明显啊，你是转来台湾偌久啊啦？你甲如月有见着面啊无啦？甲这个婚啊，已經分開這麼久啊，個人嘛已經有個人的生活。如月家己都已經有家己的生活，有家己的事業。我無希望因為我的出現，所來了斷因真無簡單這平靜的生活。以前如月有甲我講過。伊讲无人会当代替你伫伊心内的地位，你的后生查某囝嘛是共款的，因拢咧盼望你这个做爸爸的，会当赶紧转去因的身躯边。你甲我无共款，你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咧挺候你，所有的人拢咧期待你转去。我无共款，我做过遐济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即马无人会当原谅我，无人愿意给我一个机会。甚至是连我家己嘛袂当原谅我家己啊啦！叶伟啊，哪会别人原谅你，都爱你家己先原谅你家己。咱拢已经是有悔啦，还阁有啥物通好计较的？是讲你甲阿芬遮尔多年的翁仔某，这份翁仔某情是我都话断都断的。只要你好好甲解释一下，甲忏悔一下，只要你愿意开嘴，我相信阿芬一定会搁再接受你这个后生。你该遮尔有良啦，到即摆搁遮尔关心我，我实在感觉足见笑的。我信你，伫还袂拄着你真情，我确实我也真怨恨你，怨恨你甲我的一切拢抢去，害我无母无囝，凄惨落魄。也毋过记着你了，看到你遮尔啊落魄，突然间，我一点仔拢无怨恨你啊！我只感觉人生的无常，原来到头来，你嘛是甲我同款艰苦。林生，咱的人生已经行到这个阶段，搁去怨恨，遐搁有啥物意义呢？
是，是的啦。我甲你害个凄惨落魄，我知影讲一句实的，无法度通来弥补。但是我希望我后出世哦，会当做有做要来补偿你。你先，你原谅我好唔好啦？我早就已经原谅你，已经起来啦。因为我原谅你，也不过我希望我的原谅只是一个起点，你嘛是爱原谅你家己，为你家己的未来好好打算。你若是感觉对不起阿父，都要用你的后半世人好好补偿伊。我知影，多谢你。好啦，无代志啊，起来啦。明显啊，有一件代志你一定要答应我啦，答应我，等去甲如月、菩萨还阁有新来因团圆啦。因一家伙仔是我拆分开的，你若是袂等去甲因团圆，我规世人拢会良心不安啦。拜托的啦，等去甲因团圆啦。大叔弟，公司当时请这个工友，我哪会唔知影？啊，倒数第偌早？较早。老早啊，新来。俊华。多谢你。说什么多谢哈？唔是我啦，我再来一遍，咱甲你传早顿。唔是你是啥？你像我蛮有像啊。哎，你是向我想到什么代志？俊华，我甲你讲，我细汉若是要出门读书进前，阮爸爸一定会替我将鉛笔写好好，放在书包内底。所以你讲，这个物件，敢会是阮爸替我准备的？你想伤多啊啦！对啊，早起哦，我来上班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吼，敢若工友的人，我看那个无像是咱公司的人呢。啊对吼，听你安尼讲吼，我想到进前我送你转去的时阵，嘛伫恁兜附近看到一个乌里桑，清早甲你讲的差不多呢。哦。恁替我看卖啊，是毋是这个人？对啊，就是伊啊。啊，我早起看到迄个工友，啊，这个有型哦。同一个人嘛。敢真是的，真是伊。阮爸爸回来啊，俊华，阮爸爸回来啊，真是回来啊，啦，阮爸回来啊。妈，进来，你不是去上班，哪会走回来？什么代志这么欢喜啊？妈，我跟你讲哦，爸回来啊，爸爸回来啊。恁爸回来？人呢？伊人伫倒？你有看到伊哦？我无看到伊，嘛无确定伊在倒位。也毋过，我真肯定伊已经回来啊，而且伊定会在咱兜附近偷偷啊看来，关心咱的生活。俊华嘛讲，伊送我回来的时阵，真是有伫咱兜附近看到一个甲爸足像的人，而且今日早起，伊搁去公司替我准备早顿，
搁甲我写寒冰呢。这是明显，明显回来啊！妈，所以这几天啊，咱来小注意一下，无得卡对到找到爸爸。 10几年啊！你爸失踪10几年啊，总算要甲咱见面啊！新来，妈，我即马来打电话给博山，叫伊马上回来。我来卡。陈志坚啊，陈志坚。 是安怎你逐摆拢会当化险为夷，顺利过关？因为天公伯啊，徛在你这边，天公伯啊特别照顾你，对吧？对啦。哎呀，陈志坚，即摆有啥物人拍你的刀？有啥物人会当变做你的敌？无啊！ Nobody， 这个世界上无你的敌人啊啦！陈志坚，还阁唔紧等于你的王国，等于你的保卫。恁即摆开董事会，拢免通知我。对于涉及行政能力甲领导能力的人，我通知来要创啥？ 何董，敢有需要将话讲啊遮歹听啊？啊，志坚，我实在想无讲要来对你讲好听的话。何董诶，咱拢是家己人嘛，对无？有啥物代志好好参详啊？啊？但志坚，你免当啊定生，啊，莫搁当啊讲好听话。阮这个股东啊，大概对你袂信任的，因遮所有的股份啊，大家拢要卖我。 你想安怎啊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像陈志坚这款笨手，根本就应该交我来处理，我一定豆豆甲折磨甲死为止。 我上较烦恼的，就是新兰的安全。安嘛，新兰上下班有我咧接送，转来了后，阁有你咧陪伊，应该无问题啦。你唔通伤烦恼。是啊妈，你放心，陈志坚伊即马知影，我唔是种会当互伊随便欺负的人，我相信伊一定唔敢轻举妄动。要毋过新兰姐，伊即马精神已经无啥正常，所以咱应该袂用用常理来判断伊后一步会安怎做。别烦恼啦，啊？总裁，博山啊，博山回来啊。妈，对，我接到电话马上挂转来。爸咧，伊伫倒位？还未找到伊的人。这到底是安怎？你毋是讲爸转来？是啊，要毋过我甲妈一直到即马拢无亲目睭看到爸。阮会知影伊转来，是因为伊捌偷偷转来看过咱，叫罗董还有军华因发现。总裁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派所有人去找啊，相信真紧就有消息啦。我最近毋知是咧安怎，一直感觉我的心肝咧做做啦，敢若有啥物代志伫要发生共款。敢讲，恁爸爸伊安尼伫咧闪避咱，是毋是有啥物苦衷啊？妈，你莫烦恼啦，我相信爸一定是去有啥物代志耽误。我相信伊嘛一定就想要甲咱见面，你莫想遐多吼。喂，陈志坚，你想要创啥？新来，你真凶呢，竟然去警察局报案，害我去互公司的股东撤职，你互我一无所有，我袂遐尼简单就放你爽。陈志坚，我甲你警告，你若是搁打电话来威胁阮姐，或者接近阮姐，我一定要互你死甲足歹看。我李博山讲会到做会到，你若是唔信，你就试看卖。博山，志坚已经起笑了，你莫插伊啦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伫。陈志坚若是敢对你乱来，我绝对袂有好过。竟然敢把话啊！
我再来看谁威胁什么人。除非我陈子真死，也无任何人拢免想要阻止我接近新兰。是有唔对啊无？应该是因爱惊我呢，还是我爱惊因啦？啊？想我清楚？应该是恁爱惊我才对啦，你想我清楚？较温柔。莫搁再威胁我啊？即阵仔经过大家全力赶石头，即马度假村的进度已经拢看到啊。18区的硬体设备嘛，伫这2天会完成。啊，真好真好。啊，另外，李秘书，有你的包裹。啊，多谢哈，麻烦你。亲来，先人送物件你。你是安怎？啊？你是安怎啦？面色哪会遮歹看？你是啥物人来逼起我来出头？这根本就是强悍嘛，一定是陈志坚做的。无代志，无代志，可能是遐个无聊的人挑故意咧滚耍笑啦。无代志，咱继续开会。亲来。敢讲陈志坚，连我都想要谈。黑山已经遮尔啊高墙大海，搁生做遮尔啊缘投。黑山，爸爸总算是看到你啊！英俊，你派人找阮老爸下落，敢有进展？目前还无。加派骹手继续查。是。李伯，他门已经有够清气啊！你今日会使较早转去找歇去。多谢。袂啦。哎，李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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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爸，爸。派遮侪人出去找，原来阿伯就伫咱身躯边啊！这拢是我害的啦！等下阿伯身体无够好，还佫叫伊去做遐粗重的石头，这袂使怪你。是明显伊头故意要闪撇来，甲你拢无关系啦。今嘛，啥物货拢无重要，干那希望明显会当较紧精神。唔知影爸心肝内伫想啥，我未敢安尼死啊！佫一直咧避难，假使若毋是去互咱发现，伊到底是要避到啥物时阵啊？亲兰，阿伯就是惊面对这款的场面，才会挑人闪避你。妈，爹，不管安怎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互爸变好起来。啊，明显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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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显。爸，你有要紧无？明显。明显。爸。爸，爸，总算是听到这声爸爸，10几年了，一个人踮在外口流浪，你水啊爸，都是希望有一天，咱规家伙会当团圆。我才听恁叫我一声爸爸。既然你心肝内挂念的拢是我甲2个囡仔，为什么你一个转来，要我赶紧来跟我相认？你敢知影我找你做甲足辛苦的？我知，啊，不过我即马安尼，无太落魄，搁规身躯病痛，我无希望恁看到我遮尔两倍。
爸，我较无希望拖累你甲囡仔。爸，你哪安尼讲呢？咱规家伙仔这10几年来，有忙的就是今仔日啦。咱这无简单，这团圆，你莫讲这种话好无啦？爸。是啊，爸，你安心啊调养，医生会甲你病治好。我家己的身体，家己了解，只有拖一天算一天。明显，爸，我不准你讲这个实际的话，你有听到无？咱一家伙仔就无敢咱这团圆，人过基金是30几年，哪袂弥补呢？你一定要好起来，哪有足多代志爱去做呢？莫艰苦，天公伯仔会当互咱规家伙仔团圆，我都已经真满足、真感恩。咱都要好好珍惜这个规家伙仔相处的时间。明显。爸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是安怎美好的一切，总是直直紧结束。看新兰因规家伙会当团圆，才尔欢喜。我真是唔知影要安怎开嘴来甲讲阿伯的病情。也毋过甲苏兰唔讲，因一点仔心理准备都无。我会突然间来面对阿伯的离开，对因来讲，安尼敢公平？俊华，我看你无伫咧办公室，我就知影你人一定伫咧遮。安怎？想心事啊？新兰，你坐，我甲你讲。哎，什么代志？有一件代志，我藏伫咧心肝内，藏几6天啊。我感觉会出来，自你陪我，甲我接阮爸爸出院迄天开始，你就怪怪。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坚强。什么代志啦，俊华？是毋是阮爸的身体有啥物状况？你甲我讲啊，俊华，俊华，你讲啊！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是毋是阮爸的身体有啥物状况？你甲我讲啊，俊华，俊华，你讲啊！迄天我去替阿伯办出院，拄去拄到伊的主治医生。医生甲我讲，阿伯一直就是肺癌。肺癌？安尼，阮爸的肺癌是第一期的，对无？对无？俊华，阮爸的肺癌是第一期的，爱当食药啊治疗，对无？你甲我讲啊，俊华，你讲啊，是毋是第一期的，对无啦？是第一期。你一定要坚强起来，答应我。董事长啊，公司我倒就倒，这个薪水都无领到，你是叫我要安怎生活啦？你一定要这样交代啊！我拢上快顾你。当的啊，阮面顶阁有一个老母呢，我下底阁有囝儿4世呢，你叫我要安怎过生活啊？你今日若无一个满意的交代吼，阮带搬公司物件来走啦，对无？对啊，小等一下，
磐石建设今麦已经由明记集团收购啊，这位就是明记集团总裁李博山先生，伊要为磐石建设的人事规划啊个未来的发展，为各位做一个说明。我感觉公司倒去，嘛无爱互李博山接手去。各位，你拢是磐石建设的老员工啊，相信对这份工作一定有真心的感情。明记虽然经过银行得到磐石的所有权，也毋过决定所有基站的员工全部保留，只敢对管理该站的人做适当的调整。多谢李总裁。我李博山接管磐石，各位会使放心，一定有工作。恁的薪水甲福利也是同款，今麦就请恁大家会当安心等去做恁的工作。是。陈志坚，你欢喜啊哈？然后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嘛。我输啊啦，安怎？哼，安怎嘛？我来走嘛。陈志坚，你即马出去嘛是走投无路，什么人敢甲有杀人奸客的人接近？啊，无是安怎？你愿意和我留在磐石建设？哦，唔对啦，阮总裁就是这个意思。伊无参像你赶尽杀绝，替家己咧乌蒙。李博山哪有可能要将我留落来？其中必有诈。安怎？你唔敢接受是？唔敢，哼，唔敢。哎，我陈志坚有啥物唔敢的啊？李博山，即摆你是头家啊，你讲啥物话那嘛准算。既然你已经开嘴啊，我嘛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这个工课确实是有真大的挑战，所以阮决定派你去事务组做组长。事务组？安怎？你无想要做哦？假使你若无想要做哦，我相信还佫有真侪人想要做这个头路。等下，我做，我做，真好。那安尼你即马就去事务组报道。好，总裁，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总裁，你这步是要够熬呢，叫陈志坚看别人头面做代志，这步哦，哇，实在是有够厉害啦！李博山，你是讲安尼就当消磨我的志气？你错了，你安尼对我，只会让我更加想要对你报复。搁有这为着要富国，会当卧薪尝胆。哼，我今天要靠算什么？你唔免想歪，总有一天，我要将属于我的一切连本带利拢偷倒转来。干杯！多谢大家替我开这庆祝会。博山啊，你会当用这样稳定的方式来去挺化陈志坚，妈妈实在替你足欢喜的。爸妈，阮的打拼拢是为着要互恁享福的。爸，你的边头关系好起来，哪日咱就当做出国来旅行。强囝，我无法度等下迄一天啊！爸，你哪安尼讲啊？我的人生，我所行已经无偌久啊。也毋过，即摆当一家团圆，我都已经心满意足。爸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其实，只要你即摆去病院做治疗，我相信一定还阁有机会啊。妈呢阿伯，你即马需要就是求生的意志，安尼病唔才会好起来。到底什么代志啊？有一件代志，我一直甲你隐瞒。其实，我即摆已经是戏感上尾期啊。这
后头的代志，你啥拢无较早甲阮讲的。你拢是我上爱的人，我希望你会当欢欢喜喜陪我行过人生上尾一段路。你还搁咧烦恼恁爸的病情吗？我无像阮爸遐尔豁达，会用将死甲死看甲遐开。你想看觅，阮规家遐失散10几年啊，足无简单才团圆。也毋过即摆天公伯，竟然遐尔歹心要夺走阮爸的性命。就是因为人生这尔无常，咱才应该搁较珍惜目前所有一切。问题是，即摆阮爸无爱去病院治疗啊，安尼毋就等于在放弃家己？阿伯即摆的心情我会当理解啊，就敢当初时我无愿意开刀共款，心肝内敢若会感觉讲家己的每一分每一秒拢足宝贵的，所以要用加倍的速度来完成想要做的代志。你莫搁有白想啦，上歹已经过去啊。你应该伫有限的时间内面，帮助因创造每一分每一秒的幸福，安尼毋得对？嗯？哎，阿爸。你也知我伫遮？道理喏，阿阮妈妈甲阿红爸爸甲我讲的啊。你讲你即摆来下班拢走来伫遮，哦，你就是来遮咧装潢新厝呀？这是我对新人甲因厝内人一点点的心意啦。莫怪啦，莫怪恁阿红爸爸讲要来甲你斗3工，你阁唔肯的。我想要家己亲手做，安尼较有诚意啊。唉。尤其是阿伯吼，已经是肺癌的上尾期啊，我是惊伊的身体可能会袂堪的，所以我速度要小催一下，互因一家人会当完成这个梦想。对啦，你有这款的想法吼，爸爸嘛足欢喜的，啊，我嘛足支持你的啦。啊是讲，你敢知影心兰因爸爸另外还阁有心愿呢？你知影阿伯还阁有啥物心愿？伊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你敢知影心兰因爸爸另外还阁有心愿呢？你知影阿伯还阁有啥物心愿？这是吼，所有的爸母拢一定有这个心愿的。人讲天下爸母心，世间每一个爸母拢嘛希望会当亲目看到家己的囝儿逝世，吼，会当完成婚姻大事，对。当然，心兰因爸爸嘛一定有这个愿望咯。也毋过，我惊讲新人恐惊无这个心情好结婚呢。这毋是对恁，这是对因老爸啦。因老爸吼，假使讲若袂当来参加恁的婚礼，伊会遗憾一世人。明显啊，我听你讲，你有一个人伫外面做工，我听落实在足艰苦。也毋过，你认为我应该安怎做？难道你人无找阿芬，请伊重新接纳立委？也毋过毕芬，伊对我误会遮深，我惊。唔免惊，咱做伙来去。我相信搁较大的误会，嘛是我都解释清楚的。想袂到毕芬会来育幼院来做义工。阿芬会走来这种所在，表示讲伊真正有真大的转变啊！
无论安怎，咱先找到伊个人才讲，哈。我有去你的旧厝找你，有啥甲我讲你伫个遮？明贤，啊，你伫当时转来？我伫个国外流浪10几年，最近才有机会转来，甲一个伙仔团圆。安尼上好啦，恭喜你！丽芬，这几年来，我甲你话之间真正无啥话。好啊啦，莫讲遮个啦。遮尔侪年来，伫我甲你话之间的毋是别人，是我家己，是我家己乌白乱想，是我家己搞猜疑。阿芬啊，既然你已经想通啊，那安尼，你是毋是愿意互你话过一摆的机会呢？明贤，你有安尼对恁一家人，你搁替伊讲话？是毋是伊求你来找我？伊并无来求我，是阮家己要来的。伊即马当伫家己厝下家。刘伟即马已经互陈志坚赶出厝里，赶出公司。伊伫个外口试过流浪咧做粗工，我是伫个无意中才拄着伊，想要甲伊斗相共，伊拢唔肯接受。丽芬，我看安讲你是20多年的翁仔某，即马你话上介需要的是你的安慰。对啦，翁仔某情甲伊换感情无共款。搁再讲，恁两个之间也无啥物亲像台湾，有啥物款的误会，我都解释清楚。阿文，刘伟一感觉讲情对不起你，所以唔敢来看你。呀，你是毋是愿意去看伊？丽芬。如月，明贤，会当看恁规家口团圆，我足欢喜的。阮迄个家是无可能的，课前讲大家拢走啊，我就无简单，才会当过遮尔平静的生活，我已经真满足啦。我逐工来遮做义工，看这点囡仔遮尔天真可爱。我就快乐，安尼就好。你以为我无想要甲伊有任何的卡定。这是倒位啊？你看，这水的，这水的。君华，你是带阮来遮创啥？哪会遮尔啊神秘啦？哎，阿伯阿姆哪无来啊？哦，因即摆人已经伫半路啉着到。秋华哥哥，你紧讲啦，你莫遐神秘啦，你最讨厌呢。等你再甲你讲。哎，妈，阿伯，妈，俊华哈，那是啥物代志？你也等阮大家讲哈。哈哈，即马哦，人拢够济啊，我会用你讲啊。噔，这是啥？门的锁匙啊，哇，俊华，哇，这间厝足水的。哎，我先来遮看。哇，这透明的呢，足赞呢。俊华哥哥，这到底啥个厝？俊华，这间厝是……哦，阿伯，其实这间厝是我甲新兰的新厝。
你毋是希望有一个厝，我替你答谢这个愿望。多谢你俊华。哇，足赞呢！新人是足幸福的。你毋是林博山，你嘛最幸福的啊。对啊，阿扁，我嘛有替恁存钱万金，要恁两个大。小参观一下。啊，好好好。好，快行。谢谢哦。以前我陈志坚咧好嘢时阵，每一个人拢当市长，总经理安尼叫，啊，倒一个无来甲我巴结，即嘛好啊，啊，每一个人看到李博山，拢敢若看到神共款，真好，哎呀，我以前哦饲了一堆狗，真正是狗眼看人低啦，我饲恁这是要创啥？这明白？何必当初咧？当初时你若是莫去威胁总裁这我想今日嘛袂遮尔啊凄惨。笨手！我跟你讲，总有一天我会报仇啦！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这刘立伟，是不是？志坚，是我啦。妈，啊你若想讲走转来，是要创啥物？你哪会用口语对你老爸讲话啊？你老爸人咧？立伟，免坐啊啦，已经叫我赶出去啊。你讲啥？志坚，你哪会安尼做的？安怎讲伊嘛是你的客爸啊？是安怎袂用的？你家己嘛无想看卖？我安尼做哦，除了是为着你，嘛是咧保护我家己呢。我无想要将伊尾甲你共款。你哪会使乱去动我的物件？啊！新兰用绑架啦！陈志健，我唔准你伤害新兰，无论你什么条件，我拢答应你，哈2点钟以来，用150万的美金来赎新兰。俊华，陈志健，钱我一定替你传好啊！你紧放新兰。你想讲钱对我来讲有这么啊重要是无？唔管你爱什么，拢会当参详啊！只要你放新兰走，我嘛愿意取消我跟新兰的婚礼，好不好？杨俊华，你去报警！你
你去报警！陈志健。青春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爱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